這片是桃園的中立憑證。這個我大學嘅下19歲到我29歲，我同親都啲嘅中央大學讀書，讀到一間，就我從細開始就拜三界拉麵，是呢間叫做鳳鳴橋。讀到呢間嘅時間，我非常歡喜，因為我從細聽嘅阿婆吼，就來拜三界拉。三界拉係我哋桃園嘅客家人吼，當天嘅一種嘅信仰。其實我老嘅三界拉嘅緣分是太多次，因為我媽媽2年前就會喺破片破嘅19年，走撇，當時就喺過年之前，不過我就印象講，我媽媽都冇到我嘅夢度，就冇夢到佢。情感度哦，應用小幼知道都唔敢㗎。過後我就我咩冇去講講，對年之前都唔定落沒有空去拜啦。我想講我拄好轉來呢一片，做些我就落來三界拉呢一片，去拜拜啊。結果轉去過嘅幾日，暗晡啊睡夢，就半夢就夢到南美，我就知道講，我哋客講起來真幾馬屁碰碰皮。我知道就講，迄種。從細有受到三界拉、受到北港的保佑啦。老太講吼，中立了尾行人吼，清紅人，吼一開轉我就知佢係行人唔係，就算佢講嘅華語，吼我一看面就知佢係行人冇，唔是冇，冇先係冇，肯定係。孩子啊，嗨，阿妹做，阿無閒啊，唔會啦，拜拜，我係福州街下去拜出過。啊，我哋下冇關嘅。係望看，一看就知太子係行人。咩行人啊？係。冇拉講下。你冇拉講下，冇拉講。你家堂嘅你都講，係老太子都講下。哦。你做乜嘢？佢哋唔是嗌咗去搞。搞真難搞啊！我係冇。搞到真難搞。你懂多。OK。好啦。唔係。嗱，去到一隻會所最好看嘅就係佢嘅信仰嘅中心，不管係啲台灣，也係日本，也係韓國，也係甚至其他嘅所在。嗱，知道當槍出家，呢種嘅後生嘅意向同時，不過呢，正經嘅感謝三界拉北港啊。本來做得兩下很平平穩穩、空空，天天去到兩杯，啊，知道就係一種感恩、懂神明天公發本來兩個智慧，然後大家分享愛故事，愛咩希望大家做得青島這個新關渡當天貼嘅素材，過後這個轉來係唔到這個嘅認證。